大家好，我哋今日會帶大家去認識西班牙，包括西班牙語嘅歷史同埋基本用語，仲有佢哋嘅著名景點同埋地道美食。唔知大家對西班牙嘅認識有幾多呢？可能一講起西班牙，大家就會諗起西班牙最出名嘅足球、美食或者聖家堂。咁就等我嚟講下西班牙呢個充滿異國風情嘅國家啦。西班牙語源於阿拉丁語，當初係羅馬帝國統治之下嘅伊比利亞半島嘅方言之一。除此之後，西班牙語就成為咗好多國家嘅官方語言，同埋吸收咗當地語言嘅詞量，例如有阿根廷、墨西哥同埋西班牙。對西班牙語有興趣嘅話，咁不妨等我教你幾句西班牙嘅基本用語啦。首先係你、唔該、是的、唔好意思、仲有請。參觀完堂地嘅美食，又點少得食嘢呢？而堂地嘅地道美食有安達盧西亞冷湯，佢係炎熱地區夏天常見嘅涼菜。其次就有下酒菜，唔同下酒菜嘅煮法都有佢哋嘅特色。除此之外，仲有西班牙嘅西班牙海鮮燉飯，佢係西班牙入面最典型嘅食物之一。入面有伊比利豬生火腿，佢係西班牙傳統嘅醃製火腿。希望聽完我嘅分享之後，你可以更加了解到西班牙嘅各種文化特色同好去處啦。多謝大家。